开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健口操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食之前，涂太嘎来练习肩椎操。做肩椎操对人体有乜嘢好处？肩椎操做得增加后来水嘅分泌，帮助抽东西、吞东西较顺利。一下请大家停定嚟向下做。好。面部运动，老这个向两片来，发一个上，接定老最白到最太，做2摆。身马运动，身马伸出去，扭转来，向上背射一下，go扭转来。收回来，再一次，伸好，收回来。接着用身马，老嘴唇慢慢的射一圈，对张数片开始，过来弯周数片开始，一片做2摆。出场练习，啪啪啪，踏踏踏，拉拉拉，咔咔咔，做2摆哦。喏，后来先耳孔下，身马下。老下满骨旁边挪啊，练习做肩椎操，做得本咬东西较顺利，身马较灵活。有吃到后来水变较多么？有哦，吃到变较多哦。今晡日先练习多呀，一下做得去偏手、射数等失足了。陈梦先生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务员说明做健口操的时机，此时会说：吃午餐前带大家来练习做健口操。食之前，涂大家来练习肩椎操。食之前，涂大家来练习肩椎操。照服务员解释健口操的好处，会说：健口操可以增加口水的分泌，有助咀嚼和吞咽较顺畅。肩椎操做得增加后烂水的分泌，帮助抽东西、吞东西较顺利。肩椎操做得增加后烂水的分泌，帮助抽东西、吞东西较顺利。照服务员引导大家一起做，会说：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。一下请大家提定来向下做。一下请大家提定来向下做。照服务员让学员了解练习健口操的成效，会说：练习健口操可以让嘴巴咬合更加顺畅，舌头会更灵活。练习肩椎操做得本椎咬东西较顺，身马会较灵活。练习肩椎操做得本椎咬东西较顺，身马会较灵活。结束健口操的练习时，照服员会说：今天先练习到这里。今晡日先练习到这。今晡日先练习到这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说明做健口操的时机，此时会说：吃午餐前带大家来练习做健口操。食之前，涂
涂台卡来练习牵水草，是祖先涂台卡来练习牵水草。赵福源解释健口操的好处，会说健口操可以增加口水的分泌，有助咀嚼和吞咽较顺畅。牵水草就得增加口水水的分泌，帮助桥洞系、吞洞系下顺利。牵水草就得增加口水水的分泌，帮助桥洞系、吞洞系下顺利。赵福源引导大家一起做，会说：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。两下长台架听地爱向下做，两下长台架听地爱向下做。赵福源让学员了解练习健口操的成效，会说：练习健口操可以让嘴巴咬合更加顺畅，舌头会更灵活。练习牵水草就得帮助咬洞系下顺利，帮神马下拎发。练习牵水草就得帮助咬洞系下顺利，帮神马下拎发。结束健口操的练习时，赵福源会说：今天先练习到这里，今日先练习到这，今日先练习到这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